即係大家知原心大學台語，我係最中意嘅搭地鐵。個原因咧，之前都講過19幾萬次嘅，因為有廁所。原心大學台語係一個極易肚痛嘅人嚟嘅，食完嘢好易肚痛，好易肚餓。搭下車肚痛咧，呢家嘢咧係試過19幾萬次。有一次係喺旺角MK 嗰邊咧，搭翻去呢一個屋企啦。喺旺角搭翻屋企嗰陣咧，因為佢嗰陣時候唔知封路定乜鬼嘢咧，搞到我本身旺角有架巴士嘅，跟住要走去深水埗搭。咁嗰個時候就已經肚痛噶啦，冇辦法。我一係就忍到翻屋企，我一係就去咗先，然之後夠鐘搭的士，因為尾班車噶啦。咁我而家冇計啦，嗰陣咧即係未上車嗰陣就已經痛啦，然之後咧熬成個鐘頭翻屋企，哇！因為嗰段路啊，因為世界級黐孖筋。原心大學台語真係有記憶以嚟啊最辛苦嘅2次，其中一次就係嗰次同巴士有關。我覺得搭地鐵嗰個原因就係因為首先地鐵有廁所啦。即係無論你搭呢個線式綠又好啊，荃灣啊、西鐵啊嗰啲咧，你只要肚痛喎，即刻攞咗部電話，即刻打港鐵廁所即刻有喎，話俾大家聽，我有個搜尋記錄喺度。然之後咧，第一個即刻寫俾你睇，港鐵站內洗手間，即刻篤落去。線式綠有呢個黃埔、何文田、油麻地、旺角、太子、九龍塘、鑽石山、牛頭角、油塘同埋調景嶺嘅。基本上你每2-3個站咧就會有就有個廁所。我哋而家咧開張地鐵路線圖俾大家睇。大家見到啦，港鐵路線圖喺呢度啦。篤翻啱啱咧講過嗰啲，即係有廁所嘅路線嘅地方，我剔一剔落去。首先黃埔、何文田、油麻地、黃埔呢度，黃埔、何文田、油麻地圈咗啦，油麻地、旺角、太子、九龍塘、鑽石山、牛頭角、油塘、調景嶺，跟住下面咧中環、金鐘、尖咀、美孚、麗徑、港島線堅尼地、Con U、西營盤。堅尼地目前翻新緊啊，用唔到。Con U、尖沙咀閘外嗰個有啲碌照尖沙咀打個交叉落去先。西營盤、上環，跟住然之後北角鰂魚涌，哇！港島線有啲冚冚地跟住呢度都係冇啊，但係我唔去呢邊，基本上呢度有少少瀨嘢啦，灣仔銅鑼灣、天后炮台山有少少瀨嘢啦。將軍澳線北角鰂魚涌、油塘、調景嶺即後面冇嘅。將軍澳、坑口、寶林同 Locust Park 冇嘅。東涌線有咩香港、九龍，不過好遠㗎，俾大家睇呢度。南昌、青衣同埋呢個欣澳嘅。迪尼有嘅迪尼，跟住烏溪沙、馬鞍山呢個係屯馬烏溪沙、馬鞍山、恆安、大水坑、石門、第一城、沙田圍車公廟、大圍顯徑、鑽石山、啟德、宋皇台、土瓜灣，哇！全近喎呢度，恭喜晒！紅磡都有不過紅磡喺站外嘅。尖東柯士甸、南昌、美孚、荃灣西、錦上路。直入元朗，跟住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啦，屯馬全勤，真係恭喜晒！東鐵有呢個金鐘啦、會展、旺角東、九龍塘、大圍、沙田、火炭、大學、羅湖、落馬洲、上水、粉嶺、太和、大埔墟，你睇下黐線，跟住然之後咧南港島線金鐘。海洋公園、黃竹坑、利東同埋呢個海怡坊島都有嘅。我哋睇地圖啦，我哋已經圈晒咧。所以點解原心大學台中意搭地鐵嘅原因就係大家睇圖片都見到啦。假設我而家喺長沙灣，我要去最近嘅廁所，我一係去美孚，一係去太子，我忍多大約4-5分鐘已經有啦，係咪？你諗下，我仲要唔使出閘，你是但講一個地方出嚟。最短時間都4-5分鐘，我仲要唔使出閘，我等多一陣間我就第2架車，我唔使好似巴士咁樣當我搭巴士我而家當我喺九龍塘呢一個位置，我搭咗去樂富，
我搭到樂富肚痛啊，撲街啦！今次當我住喺北角先算啦。我咁嘟，哦咁啊翻去北角啦。兩個 option，我一係咧喺中途是但一個站落車，我一陣間咧就嘟多一次嚇，俾多次同一樣嘅價錢啊，仲要等10幾分鐘車。你一係啊等翻到北角，翻到屋企，你話係咪瀨嘢先啊？團工啊忍啊呢個真係入尿片啊，入尿片都唔掂啊！團工我有睇過呢個東方星啊，黐孖筋飲咗唔知幾啲水咧，跟住搭團工入尿片啊，見到佢膀胱爭啲爆開啊，黐孖筋！即係我搭地鐵，哇！真係開心死啊！因為搭地鐵完全冇咗咩團工呢啲咩傻閪嘢。就算啊，家姑且當我而家係美孚，我搭去荃灣西啊，美孚搭荃灣西幾耐？根據 AI 所講啊，車程約6至8分鐘，跟住然之後好啦，咁啊荃灣西就錦上路啦，咁啊，即係我起碼都係一個站啫，係咪？哇！真係好痛啊，咁啊即係閘都唔使出啊，落車去完個廁所行翻去月台，我等到可能都係幾分鐘嘅時間，我就已經有第二架車，仲要唔使俾錢。如果你喺美孚咧，譬如搭翻去屯門咁先算啦，你得兩個 option 嘅，一係中間落車，跟住之後再俾多次錢，一係你又引到翻屯門啦，對你個括約肌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考驗。所以點解原心大牙台語咧，我真係完全極度唔中意搭巴士嗰個原因就係我太易肚痛。即係原心大牙台語都可以達成咗一個人生嘅成就，就係我搭咩都試過肚痛，搭巴士試過，搭地鐵試過。我有一次同朋友喺馬鞍山嗰邊食完嘢之後咧，搭話肚痛喎，碌蕉啦，點算好咧？然之後我即刻喳臨咧，唔知喺邊鬼個站咧，唔知大水坑先算啦嚇，即刻落車。跟住去完個廁所行翻上去，斯然行翻上去等下一架地鐵，跟住翻屋企，勁開心啊！搭地鐵試過，搭火車試過，我因為咧嗰個青色線咧搭上羅湖嘅火車嚟噶嘛，大家唔知啊。跟住然之後咧搭旅遊巴試過，搭飛機啊試過，我搭船都試過。即係基本上咧，我係未搭過火箭嘅。如果我為咗搭火箭都肚痛啊，可能會真係拗頭啊！我話俾大家聽，都算係一個人生嘅一個成就啊！搭乜都肚喎，黐孖筋。